弟兄兄弟平安。大先来讲一个故事，讲捌有一个妇产科的医生，伫伊医学院毕业的时阵，伊原本是伫一间病院做内科的住院医师，总是1年后，伊竟然就选择就转做妇产科。咱知影，伊转做妇产科，就是以前的即个资历就无搁再算，就是爱对伊所转的迄个科别的住院医师的第一年重新来开始。伊为什么伊欢喜伊安尼要放杀伊1年的时间来转到伫妇产科咧？伊讲，因为伊担任即个内科的住院医师的期间，伊所面对的差不多拢是遐病情较严重的遮个慢性病患。伊讲伫内科系的遮个病人呢，大部分伊的病情就是会哪来哪严重，较少讲会哪来哪好的。讲连医师伊的心情嘛有时受到影响，煞陷落伫迄个无有愿望的一个低调。总是当伊转到伫即个妇产科的时，就无共款。因为伊每一日看到就是遮个产妇，遮个大腹肚伫要等候要生婴仔的遮个人，遮个人是一阵充满着愿望、充满着期待的人。特别当遮个囡仔出世的迄一刻，厝内面的人拢真正欢喜，真正喜乐，是迄个无法度通讲袂，是讲袂出来。弟兄兄弟，有影？伫生活中间充满着愿望，充满着即种的喜乐咧等待，迄个愿望会通得到实现，会当讲是人一生上界大的喜乐。弟兄兄弟，咱今仔日就是大降节的第2主日，大降节就是用信心咧听候，咧期待耶稣的降临，是一个充满着喜乐甲愿望的日子。那么传统上，咱拢知影，大降节的中间，咱会插4支蜡烛，亲像今仔日咱看咱的台前，咱就插2支的蜡烛。这个紫色的蜡烛，伊所代表的4支的蜡烛，就是代表着讲神圣、尊贵、慈爱以及忏悔。所以咱知影讲，伫大降节这段时间，除了迄个期待，除了迄个喜乐，主耶稣的再临，嘛是一段咱通三甲反省、悔改、认罪的日子。因为耶稣应允讲，伊要过来，伊要来审判，嘛要来换新这个世界。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经文，就是咱常常伫大降节的时所读到的，也是照今仔日圣安宫读经的经文，就是伫马太福音第3章对第1节到第12节，伫迄个遮所读的，讲当迄时，行洗礼的约翰来，伫犹太的旷野宣传讲，恁着反悔，因为天国近啦。这人就是主托先知以赛亚所指的，讲有得叫伫旷野的，伊的声讲，避万主的路，修直伊的小路。咱知影先知马列基，伊嘛有安尼预言讲万军的耶和华讲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，伫我的头前来避办道路。马列基书第3章第1节。约翰本身毋是主角，对咱拄则所看这2个先知以赛亚甲马列基所预言的，约翰本身毋是主角，约翰是迄个避办要来修直主的道路的人。要通迎接主过来的迄一位，当约翰讲是伫旷野咧传迄个悔改的洗礼，旷野通讲有充满济象征性的意义的一个所在，所以咱今早起，咱就对遮咱三甲来思考旷野中的愿望。大先，咱通伫即个遮三甲思考。就是心灵的旷野，心灵的旷野。这几年的中间，差不多逐年拢会来到咱台湾一个德国的心灵
的大师叫古伦神父、古伦神父。毋知咱中间捌有人伊来的时有去参加伊的会无？啊，伊伫一本讲叫做《欢庆一个新的开始》的即个册的内面，就是咧讲到大降节的即个册内面，讲到讲今仔日旷野对咱来讲，拄拄亲像咧反映出每一个人伊的时阵、伊的生存的感受的一个图像。咱会讲起讲城市迄个水泥的旷野、水泥的旷野吼，伫些城市内面，因为大楼拢是水泥，啊，当遮一切拢变做真正空洞，啊，感觉真正安尼会趴远的时，咱就会想到着人心中的旷野。所以讲旷野，敢若亲像一种的象征。象征着寂寞、孤单，伊嘛代表是一种旷野，是一种敢若亲像无有意义、欠缺迄个人际关系，人甲人伫遐疏远，所以生命伫遐孤单，无有活气。咱看即几年，咱的台湾面对一摆搁一摆的即个台风、水患、落大水，所以真侪所在淹大水。咱若看见伫台湾一摆搁一摆，即个工业环境的污染所造成的灾害，所以嘛一波一波，才会为着环境来抗争的代志。咱看见有时即个环境的评估，啊，真正因为有人抗争，还是有安怎，就真简单来通过款式。咱嘛看见真侪人为着生活受压迫。伫遐受强制承受因的残忍，所以侪人为着即个环境的保护来伫遐咧抗争。咱看见即几年的中间，咱的国家定位哪来哪模糊，甚至伫体育，咱伫国际的体育的这比赛有遐尼好的选手，总是咱一再受到打压，甚至有时讲伫咱家己国家，伫咱的台湾的所在，连家己的国旗嘛袂使你摕出来，亲像即几年尔定，咱看见一间中学，讲叫学生囡仔袂使你炸国旗去，讲莫伫即种的场合来展现政党的取向，家己的国家的国旗嘛是变做是一种的政治的取向。咱看见即几工，还是讲即个几礼拜中间。股票市场敢若亲像渐渐伫咧回升，即摆已经8000几点。总是咱嘛看见民生物资哪来哪碰着，愈来愈升悬。明年听讲电费嘛要搁再增加，要起价。咱看见即几年即个房屋市场愈来愈悬。最近一个豪宅来拍卖。是创下台湾上界悬的价值，总是人民袂通感受到，讲迄个景气开始咧转来，愈来愈好势的款式。咱看见伫台湾好野甲双向迄个差距哪来哪大？伫过去，我会记哩有一个教授捌发表一个文章，伊讲台湾是生活伫富裕中间的欠缺。意思是咧讲，伫迄个物质生活看起来改成是富裕，改成袂歹，总是迄个心灵、迄个文化是哪来哪空虚。咱会记哩前无偌久有一个教授咧批评讲，台大医学院的学生讲上课有人咧食泡面，咧嗑鸡腿，讲用伊的电脑咧看迄个连续剧。即个教授捌伫一摆医学院的学生的即个面试的中间，问迄个医学生，讲伫国内你上界尊敬、上界敬佩的医生是倒一位？即个学生想咧讲国父孙中山，伊想袂出其他的人，敢若想到国父孙中山是医生。所以即个教授伫遐咧批评讲，咱若无读册的习惯，咱的心中自然无法度通形成，无法度找到一个典范来成做互咱效法的对象。会记你顶礼拜
咱今仔日的周报将中礼拜即个蔡灵真牧师伊的讲道内面，伊讲台湾毋是欠缺物质，毋是欠缺啥物货，是欠缺上帝的话，欠缺上帝的话来帮助咱，互咱感动，来帮助咱提升咱的心灵。旷野、沙漠是一个充满着危险的所在。伫沙漠的中间，迄个历史的温度会非常的悬，亲像世界上出名、上大的即个撒哈拉沙漠，伊的历史会通达到57度，听讲最近已经测到58度上悬的即个温度。伊的一年落雨的量伫100毫米里的即个毫米的下面。咱想到咱莫纳克台风。一摆台风就超过2500毫米啊！伫沙漠中间，阴暗时啊，伊会落一直降啊，差不多0度。沙漠的中间是你目睭看去，啥物都拢无，伫旷野内面，你袂通看到有啥物款的活气。我会记哩，咱的总干事即马，咱的总干事张德谦牧师，伊伫还阁真早以前。伫台南新学院咧教册的中间，伊捌去到伫以色列去进修。伫迄个进修的中间，有一个部分就是老师带遮个学生，就是骑骆驼去爬西奈山。伫迄个过程中间，有一暝，因就是困伫迄个沙漠的中间。伊讲，迄是一个足特别的经验。因暗时，所有的人伫迄个沙漠的中间，伫遐休困休眠。伊讲，迄暝是规个啥物都看无。只有天顶的星神通互你甲你做对尔尔。伫沙漠中间，人只有伫迄个遐面对着伊家己本身，伫迄个遐，伊只有会通面对迄个创造宇宙的主宰。沙漠是一个危险的所在，是一个温度真悬的所在。所以，即个古伦神父伊认为讲，用今仔日的角度来看，会当安尼讲，旷野是一个。互即个世代的暴力、无信任、逼迫以及破坏的思想所控制的所在。相对的，即个旷野的另外一个讲法检测会当安尼讲就是真正荒凉，无有建设，无有人徛起，真正伫迄个遐孤单未开发，甚至伫旷野中间是一种放纵，是真正互人感觉厌恶。感觉心内真袂爽快，这字眼有时敢若亲像咧形容咱今仔日的心灵的状态。有时咱的内在感觉到空虚，感觉到安尼孤单，无有帮助，无有归属感，敢若亲像咱感觉真爱要伫咱的心灵欠缺上帝的话来甲咱帮助，心灵的旷野。拄拄咧指出真侪今仔日现代人的心理的状态。咱看见今仔日台湾是全亚洲的即个自杀率上悬的所在，真侪人找袂到伊人生的方向，心灵的旷野。第二，咱三角来思考的是讲旷野的中间，咱看见上帝，经验着上帝。有影？旷野是真正寂寞，真正孤单。旷野是黑暗，是充满着危险甲试探的所在。总是第3世纪兴起的修道主义，这个修道士因是对旷野去，伫旷野中间修道，伫旷野中间因面对着因家己，伫迄个遐净化因家己，因伫迄个遐追找甲上帝伫遐拄着的迄个经验。伫旷野中间，因看见因家己的生命，迄个上界终极，迄个根源就是上帝，因要去经验着上帝。拄拄亲像雅各的经验之一。雅各伊伫旷野中间，伊才真正经验着、体会着上帝是伊的上帝。伊为着要夺闪伊的兄的追杀，所以伊就走伫旷野中间。到伫逼得离的时，看到一个天梯，伫迄个遐有天使起起落落。伊伫迄个遐惊一跳，讲：上帝确实伫遮，我竟然毋知影。上帝果然是伫即个所在。
伊第一摆看见，迄个上帝，伊若准原来是伫伊的故乡是伊的老爸的上帝，但真做是伊的上帝，伊面对上帝。咱嘛看见，当伊倒转来伊的故乡20年后，要转来甲伊的兄相见的时，伊将伊的某囝、将伊的老婆所有的财物，拢甲伊送过好了。伊家己一个人，伫迄个雅博的渡口，伫昆牛伊犁的所在，伫迄个遐半暝，甲上帝伫遐相演。天要曝光的时，迄个人讲：“容阮我去离开吧。”雅各讲：“你若无甲我祝福，我绝对无放你走。”有影雅各伊努力伫遐相演，甲上帝相演，伊得到迄个祝福，总是伫伊心上嘛留落，就是一个摆卡，迄个永久的记号。伊经验着上帝，伊面对着伊家己本身迄个生命上终极的源头。咱看见摩西第一摆经验着上帝，敢毋是伫伊饲羊的迄个米甸的旷野，伫遐看到一丛咧烧的刺皮，总是即丛刺皮无烧去。伫迄个刺皮中间咧烧的火中间，上帝搁一摆甲伊讲起：“我是你的主的上帝，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嘛是雅各的上帝。”这是摩西第一摆伫遐见着上帝，所以上帝讲：“将你的骹顶的鞋脱落来，因为你骹踏的所在是圣的。”咱看见摩西嘛伫西奈的旷野的中间，伊伫迄个遐看见上帝的荣耀，伫迄个会幕的中间，伫迄个山顶的所在，上帝的荣耀经过，伫迄个大的惊人的状况的中间经过的时阵。摩西看见上帝的脚趾片，伊袂当看见上帝的面，伊只有看到上帝的脚趾片。出来记第33章22节到23节。讲一样，咱嘛捌伫遮提起过以利亚。以利亚为着要躲闪迄个亚西伯王后的追杀，所以就到伫旷野。伊原来伫迄个遐讲算啦，伫遐要求死，总是伫旷野好咧山顶。伫迄个地动、伫风、伫迄个火、伫迄个石头劈开的中间，伊经验着上帝的临在。上帝伫遐轻声甲伊问伊讲：“以利亚，你伫遮咧创啥物？你伫遮咧做啥物咧？”以利亚伫旷野的中间经验着上帝。出来记的故事是咱逐个人真正熟的故事。摩西当时法老所要求的是安怎讲？讲准我的百姓去，因通伫旷野为我守节。现代中文的翻译讲：“换我的子民走，好让他们在旷野过节，敬拜我。”摩西对法老所提出来的要求是：阮要到伫旷野的中间，阮通伫遐敬拜阮的上帝。以色列的百姓伫旷野伫遐流浪。40年的日子的中间，因真正伫遐体会到上帝的百姓迄种的经验。日时有风跳，暗时有火跳。当因枵无通食的时，烟吞加肉来互因；当因喙焦的时，迄个石头流出水泉。旷野是通惊人的，但是旷野嘛是一个悔改的所在。旷野是一个活命重新得到换新更新的所在。真正出名非洲之父，咱讲 Schweitzer 医生，伊放弃伊伫欧洲真正好的生活。1983年，伊就到伫非洲，伫迄个 Lambaréné 的所在，伫遐来做医生，差不多50年的时间。非洲当时会当讲是一个真正荒废的所在、野蛮的所在，人称作黑暗的大陆，是一个未开化的所在。总是 Schweitzer 伫迄个所在，找到生命的尊严，伊伫遐找到生命的意义。所以伊安尼讲真正幸福的人是遐个已经开始追找，佮知影怎样去服务别人的人。这是 Schweitzer 所讲的话。伊嘛捌讲每一个人拢会当找到伊家己
迄个 Lambrena， 每一个人拢会通找到伊通去奉献、通去牺牲、通去服务的所在，迄就是伊的意思。旷野其实嘛是咱一个基督徒共同的经验。有时咱拄着人生的艰难挫折，伫迄个遐咱感受袂到上帝甲咱三角一地的款式，敢若亲像上帝无为咱开路。有的人心内感觉毋甘愿，有的人伫遐忧心，伫迄个遐愤怒、受气，甚至有的人离开上帝。旷野伫咱的生命的经验的内面，往往嘛是上帝互咱的机会，敢毋是？上帝要引带咱，要伫遐来管教咱，要安慰咱，要甲咱重新建立新的关系。所以有一句话讲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。咱嘛常常听见讲，上帝若甲你关一个窗，伊就搁为你拍开一个门。斯怀泽捌安尼讲每一个人伫生命的某一个阶段，拢会有即种的经验，就是伊的内心的火焰，敢若火炬共款。即个时阵，有时咱会拄着另外一个人，伫迄个遐检使，甲咱定心，搁甲咱烧起来，互咱开始搁再有新的活力。遐个会当定心，甲咱点到迄个心灵的火的人，咱会永远伫遐甲伊感谢。有影，上帝会伫咱的心灵的旷野，甲咱伫遐相拄着，伫遐甲咱三甲要来庆祝迄个救赎的喜乐。上帝伫旷野的中间，要转化咱的内在的生命。当迄个时阵，诗人的话就伫遐来实现。诗篇84篇第6节讲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，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，搁有秋天的雨的福气，甲伊盖满。有影，有时咱经过苦难，有时咱经过不如意，亲像经过流目屎的山谷，总是伫迄个旷野的中间，上帝甲咱相拄着，上帝要甲咱转化，要医治咱迄个受伤害的心，互咱搁重新经验着迄个水泉的喜乐。所以，咱伫迄个旷野的中间，咱有缘会通拄着上帝，甚至上帝是伫迄个咱的心灵的旷野内面，才会通甲咱相拄着。第三个方面，咱三角伫遮学习的，就是行出旷野。咱的主嘛常常退到伫旷野的中间去祈祷，敢毋是？马可福音第1章35节记载讲，过顿工天曝光的时，耶稣就起来，到伫旷野的所在，伫遐祈祷。路加福音第5章16节嘛讲，耶稣退到旷野去祈祷。马可福音第6章伫遐记载讲，耶稣的传道事工真正无用，甚至食饭的时间都无。所以，伊就对伊的学生讲：“咱退到旷野的所在去吧。”所以，伊就甲伊的学生坐船，就暗星对旷野的所在去。总是人找着因认出来，因就是主，所以因继续一直跟对。圣经记载讲，耶稣看见遮的济人安怎讲？马可福音第6章31节讲：“就怜悯因。”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一样，所以就开喙教示因济的道理。旷野是耶稣甲上帝亲密的所在，是耶稣重新得到快乐的所在。总是耶稣无停留伫旷野，耶稣是行出旷野，行入伫人群的中间，对遮的人。伫遐宣扬天国的福音，叫因悔改，为着要爱准备受得主的道路，咱就要大声行出咱的旷野，将一切的重担，将一切遐个压迫，
无力感，咱拢交托互上帝。迄个时阵，上帝要进入咱的内心，要伫咱的心灵的旷野，甲咱相见，伫遐来转化医治咱。只有安尼，以赛亚的预言才会通实现。以赛亚书35章第1节到第7节，伫遐讲沙漠要欢喜，迄个荒野要开花，伫迄个遐大开，旷野要冲出水泉，伫迄个沙漠的中间要流出甘蜜的水泉。迄个沙漠要变做是一个水池，迄个旷旱的地要爱得到水源。虽然旷野有缘的存在，检测咱伫人生的中间，一摆搁一摆会拄到家己的旷野，面对心灵的空虚的时，有时咱感觉到孤单。总是咱的确会找到上帝伫迄个旷野的周围，迄个边仔所为着咱陪伴的水泉。迄个水泉会互咱的旷野，搁一摆重新伫遐来得到活力。对教会历史来看，第4世纪的末期以前，咱看袂到教会有庆祝圣诞节的款式，所以大降节咱若来追溯讲伊的起源，检测大概到伫第4世纪的尾期，检测搁较慢到伫第5世纪。迄个时阵，大降节受称呼做圣诞节前的准备期。上时阵，迄个时阵的大降节就是沿用迄个旧的主显节、显现节，就是主显出伊的身份。伫正月初6的时阵，迄个主显节前，教会已经对第1世纪以后就开始咧遵守的，就是用前的40日伫遐来禁食、祈祷、默想，来听候准备耶稣的过来。就是要呼应耶稣捌伫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，用40天禁食祈祷来陪伴伊的传道。伊要出来传道的前，有40天伫旷野，所以教会嘛用即种的心来陪伴，要来迎接耶稣的诞生。所以若照安尼来看，迄个大降节的意义，除了咱一开始的时所讲。纪念耶稣的诞生，期待耶稣基督伊会搁一摆的再临以外，嘛带有一个宣扬、宣教的使命，就是亲像耶稣伫要出来传道的前，伊伫迄个遐用40天伫遐咧准备。旷野也是讲沙漠，是极艰苦，是一个荒废、欠缺的所在。总是嘛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耶和华上帝伫旷野的中间，甲咱三角同行。伊要求咱的是爱咱诚做一个先锋者，为着弥赛亚来临到大声来陪伴。这个陪伴就是照以赛亚先知所要传达的，伫以赛亚书40章讲，就爱将一切的遐个山坪，甲伊天互伊满。将遐个大山、小山，拢爱甲伊写好平，遐悬悬低低，都爱互伊成做平坦；遐个崎崎岖岖的，拢互伊成做是平原。意思就是将一切阻止咱，也是讲一切有妨害着咱甲上帝建立关系，咱拢爱甲伊拄去，通陪伴咱的心来回应上帝的听甲呼召。以赛亚的预言。到伫第9节就转变，成做一个呼吁。伫遐讲耶路撒冷啊，恁着爬起关山，伫遐报好的消息。锡安啊，着大声喊话，报好消息，大声话讲，毋免惊。佮来宣告伫犹太大大细细的庄稼，因的上帝就要临到。以赛亚书40章第9节，所以。咱着行出咱的旷野，将一切交托给上帝，搁再领受上帝的差遣，成做宣教的先锋。伫这个大降节的时刻，咱搁一摆面对家己的旷野，勇敢行入旷野，去经验着上帝甲咱三角得地的迄个经验。伊会用手
甲咱保守，派天使伫咱的身边，亲像伫旷野的中间，以利亚的经验一样。愿天使带领咱行过旷野，发现旷野的中间，互咱开花结籽的水泉，互咱会通经验着上帝，看见迄个一直咧听候咱，期待甲咱诚做和好，甲咱诚做合一的上帝。愿伫即个大讲节的时，咱存即种信心的愿望甲喜乐来期待，也领受伊所交托的使命。咱三个阿头来感谢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无停留伫旷野，你有缘带领阮行出旷野，医治阮，来转化阮，互阮心灵搁一摆得到勇壮，毋是孤单空虚，乃是有充满着主你的喜乐，充满着主你的话的力量。阮要进入伫人群的中间，正做宣告的先锋。愿阮伫大讲节的时，阮伫咧听候，伫咧准备心的时，有缘阮深深有大的喜乐，因为主你要搁再来。阮安尼感谢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